大家好，今日8月2號睇新聞啦，見到行政長官李家超一早就帶埋成隊嘅司局長班底，浩浩蕩蕩咁去咗屯門，喺南屯門官立中學搞咗香港第一個嘅5年規劃同埋2026年施政報告嘅首場地區諮詢會，約130位嘅市民出席。會議足足開咗2個鐘，唔係影完幾張相就走嗰種，係真真正正坐低逐個聽逐個傾。呢場嘅諮詢會設計都幾有心思㗎，分開咗2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特首同埋司局長就坐定定聽市民發言，範疇好闊㗎，由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同其他地區空間規劃啦，到經濟金融貿易、創新科技同埋產業發展、民生同社會發展、區域合作、文體旅協同發展、綠色生活，基本上你諗得到嘅議題都可以講。第二個部分就更加貼地啦，出席嘅市民分成4組，圍繞住拼經濟、謀發展同埋為民生建未來2大嘅主題深入交流。而特首係逐組輪流咁樣行埋去，唔係坐喺主人家等人去朝拜，而係主動行埋去聽你講啲咩。呢種嘅安排我覺得先至係以結果為目標嘅具體體現。開會唔係為咗開會，而係為咗真係收到嘢嘛。現場氣氛都幾熱烈㗎，據統計有26位嘅市民先後向特首提建議，出席者亦都背景好多元化，有退休人士、商人、老師、社工、青年創業家、大學生、少數族裔地區工作者都有，真係五湖四海啊！大家關注嘅嘢歸納落嚟，主要分5大範疇，其中以房屋及土地最為突出。好多街坊都睇到公營房屋嘅供應，荃灣等舊區更新，仲有人係提議容許動用強積金去幫手置業。離島居民就更加關心旅遊發展同埋土地運用，交通基建同區域連接亦都好受關注。有市民要求加快新基建接駁市區，仲討論到港車北上、低空經濟呢啲新出行模式，青年就業同創業都係另一個嘅焦點。大學生同青年代表都關心就業前景，倡議加強科創支援、調解人才培訓，仲希望有更加多嘅渠道參與政治事務。教育方面，有中學老師就反映校園欺凌同學生託管問題，亦都有人係促請盡快落實大學城具體選址，推動應用科技發展。安老福利同埋醫療亦都屢被提及，包括長者居家安老、基層照顧長者壓力、醫療券可唔可以擴展到福建等等。另外亦都有少數族裔代表話，希望有更加多嘅機會係俾一啲非華裔社群去服務社會，促進共融。而文化創意工作、一帶一路青年交流、推廣普通話等議題亦都有人講㗎。你睇下，由住屋到搵工，由湊仔到養老，全部都係我哋日常最切身嘅嘢。而呢啲嘅聲音今日就真係直達特首同司局長嘅耳仔入邊啦。會後李家超特首喺社交平台發文，講咗幾句我覺得好到位嘅說話。佢話今年施政報告同香港特區經濟同社會發展第一個嘅5年規劃，即係由2026到2030同期展開公眾諮詢，係代表政府將每年嘅施政部署同埋長遠發展方向緊密咁樣銜接，確保每一項嘅政策措施既有目標，亦能夠落到實處。兩者能夠互相呼應，承前啟後。佢又話留意到發言市民唔單止關心土地房屋、交通運輸、教育福利、長者支援、青年發展呢啲嘅民生議題，仲主動提出點樣運用5年規劃推進北部都會建設區。創新科技同埋產業發展令到佢深刻咁樣感受到市民對香港未來嘅信心同埋期盼。最緊要嗰句係佢同團隊會認真研究每一份嘅意見，秉持以結果為目標嘅施政理念。接落嚟繼續會走入社區，凝聚共識，去用心聽取市民嘅意見。坦白講，一個政府肯唔肯落區同肯唔肯真係聽入耳係兩回事嚟㗎。今次特首講得好清楚，地區諮詢會係市民表達意見嘅重要平台，有助政府制定5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規劃整體嘅發展藍圖，定下優次部署施政嘅重點，為經濟注入動能，進一步去提升市民嘅福祉，令市民更加受惠於政府嘅施政。呢個邏輯其實係好通㗎，聽到真實民意就排得啱先後次序，資源先至用得其所，市民就可以真係受惠到啦。
政府咧自6月展開諮詢啦，通過1個月咧已經係舉行咗多場嘅諮詢會。今次屯門嘅呢一場咧只係地區諮詢嘅第一炮，之後咧仲會繼續落區。所以咧，我想同咁多位嘅街坊咧講一句，唔好咧淨係喺網上鬧，有機會咧就去講、去寫、去提意見。你嘅每一句說話咧，分分鐘咧就係寫入未來5年嘅藍圖入邊。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咧係關乎到我哋嘅未來5年係點樣行嘅大事嚟㗎。特首肯落區聽咧，我哋就要肯開聲講，一齊去寫好呢一篇香港新篇章。